九巴安達臣專線啦，開辦不足3個月咧，即將咧面臨一啲改動啦。最近咧就九巴宣布啦，安達臣專線19號線咧就會改為雙向運作啦。喺6月8號起啦，其實呢條路線咧本身咧喺開辦嘅時候咧係一條循環線嚟嘅嗱，19號線全日接駁安達臣羅旺各區啦，咁佢會去到鑽石山啟祥苑嗰度咧，佢就會做一個循環點啦。你見到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啟祥苑之後咧就會一路揸落去啦，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就揸翻去安達臣總站嘅，本身係循環線嚟嘅。而九巴本身咧亦都特登出咗通告啦，就話啦，如果乘客咧到咗啟祥苑站之後咧，係必須要重新支付車資咧，先可以繼續行程前往安達臣沿途各站啦。咁可能有人就睇得出，本身咧其實有個車費嘅漏洞嘅，即係譬如果你喺彩虹站啦，你上車啦，然之後俾3個3咧，你就可以直接咧翻到去安達臣總站噶啦。咁即係可能有人睇得出呢樣嘢啦，咁所以咧我都比較多人會利用呢樣嘢啦。咁所以而家咧九巴就決定咧，更改呢條路線嘅規矩啊嚇。咁而家咧呢條路線咧即將會喺6月8號改為雙向運作啦。咁到時候咧，如果你係喺彩虹站嘅嗰度上車嘅話咧，你到咗啟祥苑嗰個位咧，你係必須要落車，然之後咧再俾個錢再上車咁樣嘅嚇。咁就有呢一個改動啦，咁居民可以留意下啦。